对浦村戏嘅汉宫戏剧都跟台中讲嘅文化李国，典行父母才反映嘅事件，韩国有众多嘅地方已经跳过了台湾。一张都受到争议嘅新型强片，确实有人取得好嘅素材，今日就听你向我落去拜访，加到韩国20年嘅客家新球。邝姐，你好，你好。哦，你好，你好。我是钟汉，小屋。哦，小屋。邝姐，你约这个地方好特别，不错吧？因为一般来说，市中心好像比较不会有，你看又有山，又有一个这么大的广场。对，没错，跟台北不一样。这边因为就是有光化门，有景福宫，又有青瓦台，就是韩国总统办公的地方，而且这边旁边有很多大使馆在这。大姐，景福宫应该是韩国很有名的景点吧？对，没错。那怎么会有那么多警察在这边？是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吗？因为前2天吧，4月16号是4月号事件那个满1周年的关系。你说4月号？对。为什么还要需要抗争呢？因为发生了很多他们当初没有意想到的事情，后来他们做的呢应对措施做得不好，所以他们就觉得要做一些相关的法令，可是呢最后就不了了之。那过了1年，他们希望大家再把那个4月法再回溯一下的关系吧。他们前面是合法的。那个集会有申请的，对，到2、3点。那这边是他们偷偷跑过去的，所以他们马上就调动大批的警察出来围堵他们，怕他们做些不好的事情吧。一个完全的民主国家，有义务提供人民一个做掉政府对立甚至冲突的场所。4年后顺存事件都压下已经满1年了。对300人嘅罹难人家属嘅悲伤，留韩国政府嘅唔分唔拆来比，公法门前嘅大型抗争就当然避免咧。台指讲20年前发生了韩国嘅事件，数年嘅学生係拿啲汽油弹来对蛮皮嘅当权者。不过，单就整体民主来讲，台湾嘅开发是一啲就唔会输韩国东欧嘅民风。一般来讲，因为以前我们的观念大概都知道说，韩国其实对抗议这种活动是比较，不能讲说比较激进，可能是比较盛行吗？他们的文化也有那种示威的文化，所以他们对一个事情有不满的话，他们会召集人手，然后一起去诉求，所以他们的力量也是蛮大的。以前听教授讲，他们如果有示威的话，教授可以要求学生全班全个系出去参加，不去的话，我可以有权利把你当掉。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刚来的时候，那个延世大学有示威，那台湾报道可能有出来吧，妈妈就打电话给我说，你不要参加，那个非常危险啊，还是要提醒我。他们是比较习惯用这样子的模式去跟政府诉说一些方案吗？对，那之前有像比如说捷运的罢工、公车的罢工。什么铁路局的罢工，他们就整个员工一起出来抗议，他们学生也出来抗议过。他们那时候学费他们每年在涨吧，大学学费每年涨，所以不得已就那1年好像就是不要涨，决定不要涨，所以他们还是有定期在发挥他们的那个作用的。可能学生讲小贤太子苗栗汉人。在韩国汉阳大学博士班毕业的他，是在汉阳、西港还有天喜大学做中文讲师，含做韩国文化的翻译。20年来，归入在台北的重庆南路补习街读到他的老公，都在韩国教书。大部分外国人的他，是一个传统的客家女性。来，我们来带你来排队。排队？对。这边是要排什么？哦，你看这边有铜钱，来换铜钱以后就来可以去买东西吃了。为什么不是用现金付钱呢？而是要什么铜钱？因为这边啊其实是他们规划的，希望想活络一下这一带的市场，所以做了一个小玩意。其实大家都已经遗忘这一块市场了。那他们这边居民跟市场就可能一起做了商议。他们打算就是用铜钱的方式来吸引更多的客人。那这样子的话，我要花多少钱？这边是花5000块，韩币5000块。韩币5000块。所以他就给你一个便当盒，就是就可以出席了哟。所以说我们今天换这个铜钱，然后像个代币的概念，是不是？对，没错。那我们去看一下啊。哦，好，我们继续走吧。新鲜哦。对啊，我也是第一次来，其实。就算是发展内需市场，韩国人没看过懂用心。
就拿条件嘅通营市场来讲，啲高物价嘅数年薯条，创造一只150万元就到得食票代替韩国小食嘅环境。5000韩元换来一滴滴嘅价钱，死唔脱唔免难事反转咯。也下马过吊算盘嘅实体行销，很正经本因素啊。来，这边就有一家。哦，这边就有一你间看那个有标示嘛，头西啦表示饭盒便当。哦，就这个饭盒对，然后嘛。下面是加盟店，嗯所以这边就可以挑你喜欢的。哇，有什么你觉得好奇的是我在台湾可能吃不到，你觉得我一定要试看看的？像这个辣大肠，后来他炒那个辣年糕，后来他放的是韭菜。 먼저 산 건 달아서. 哦耶， 2个。对，네 2个。哎， 哦，这边感觉类别比刚刚那边更多种了，哦，这边是泡菜。其实韩国泡菜可能有上百种吧。上百种。对，你看这个也可以做。这个是什么？这是那个辣椒，辣椒腌那个大酱。闻起来真的很适合配你台湾人购嘛，就配稀饭。对对，没错。配稀饭这那种。很辣，这是小黄瓜腌的，这个蛮推荐的，蛮不错的。这也很下饭。那个都是热的吧？也有肉类。对对，这个就是用一般韩国油人吃肉是比较吃，像我知道的是什么土兰烤肉啊，或者三层肉烤的。那这边是都是炸的。对，这种炸的，韩国炸的不多，但是这个就几乎就全部你看到的。那这个也放进来。 4개 주세요. 那个4个，这个2块，所以共4块。 4块。对，这个哦，service 免费的，谢谢怎么讲？我忘了。康萨米达。而且这间生意怎么这么好啊？对啊，这边是这家最有名的。最有名的。这边的油炸炒年糕。油炸炒年糕。在外面吃不到的哦。韩国不是就是辣炒年糕吗？对，它是普通的，这边只有在这边才会有卖。哦，那我来试看看。对。 其实我觉得真的不会贵。哇，很丰盛哎！你看我买了这么多样的东西，你看又有菜又有肉，还有泡菜，还有你说这个韩国推荐的那个。对对对，可以尝尝看。对。你看我现在买了这么多，总共才花了8个，8个的话就差不多是4000块的韩币，对，那才100多块台币耶。对。爸郎眼听听这车都按爆，可以吃的这么饱。对啊。啊，我剩下2个，我要把它买完。 消费者嘅信心指数，关系一个国家嘅经济係唔係發落。唔過係講民眾從台灣強用，勢必會分化。當多生理人就算喺台灣困點，唔過實際上係天數韓國人賺錢。就拿韓劇嘅大量疫情來講，當多國家嘅文化主管機關，真經係唔同一隻通營市場嘅小販。 我知道你嫁来这边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嘛。对。那像你这样子的台湾媳妇在韩国多吗？早期的话，大部分都是，据我所知都是那种交换学生过来，以后可能都是韩国人、韩国同学就结婚。那最近的话，就因为网络发达，据我所知道有200-300个人吧。我知道在韩国这20年其实进步的算非常非常巨大。对。那就你自己观察来讲的话，你觉得韩国20年前你刚来的时候，跟现在20年后看到韩国有什么最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早期来的时候感觉没那么方便。我记得有一次，周末的时候需要提钱。那它不像台北都有那个提款机可以那个提钱，所以那时候只好就开着车。 去那时候是金浦机场，开到金浦机场提个钱，再回到市区来消费。咖啡厅也不多，那时候台湾已经有咖啡厅了。那时候连咖啡厅也没有，办什么事情的话都非常不方便。那现在，你也看到到处都是咖啡厅。我觉得你好勇敢哦，因为我知道你嫁过来的时候刚好是算是中韩断交的时候。对，没错。那实际上这么敏感，你那时候都不会觉得好像怕怕的或怎么样？年轻嘛，被爱情冲昏了头，也没想那么多。 不过同学会有点讽刺你啊，说你是叛国贼啊，叛国贼啊，对啊，怎么都要断交了，你还跑去嫁给韩国人啊？会这样开玩笑。今年嘅數年係韓國文化向岸擴散嘅前頭嘗試，可能全球化係自由市場機制嘅結果。不過保留傳統文化，唔就係國家延續嘅代表咩？韓國人意思乜嘅客起來咯？ 也點可能同近代種嘅文化理解有關係。看過數年，接下來你看我落去拜訪太子迄個水年。太子啊，人家當然有鴉片，就是你迄個地方咧，很多水源啊。但一般來講，因為台灣人哦，
对韩国的印象可能就是首尔吧，或是济州岛，对那片水源啊，我们个 TPA 英雄。如果以台湾来讲的话，台北市就相当于首尔市，那水源市的话就相当于台北市旁边的新庄啊、五股啊，很多工厂的地方。相对的那个感觉是这样。所以距离上很近，也蛮重要的一个大城市。那刚刚瞅查差不多1.2个小时左右。有哦。我乍看一下，没啊，跟首尔好像也没什么很特别的差异啊。对，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其实都有做那种城市的规划，所以你不觉得它的乡镇啊跟大城市差别很大？刚刚隔一条路而已，那边其实还是蛮多，就是现代你说咖啡厅啊或什么的。可是走过来这边，怎么马上变成一个古建筑，都有一个这么大的广场？对，完全不一样的风貌吧。那这里就是那个华城行宫，水源最有名代表性的建筑物。朝鲜时代有个正祖，正祖呢，他的父亲过世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陵墓搬到这个地方来，后来就顺便盖了个行宫，那顺便把他原来的那边人民都迁移过来，所以这地方就叫华城。虽然华城朝鲜王朝清创立的建筑，没也下保留清完整的平山式古城。华城唔但将个东西建筑的精髓，伫考核原理当。佢咩克服咧呢啲落強大嘅商業技能，啲韓劇太重建地度，韓國人老4年再建咧，佢就保留傳統建築嘅結性。1978年，古城韓國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做世界文化遺產。其实，在戏剧里面常常会看到一些他们好像保有很多传统的部分。那到底韩国这方面，他们对现在传统方面还有保留哪些？最明显的，我觉得就是拜拜的部分，就祭祀的部分。我觉得虽然我们家是基督教，我们家没有那种拜拜，虽然对没有拜，可是我看从电视上啊，或是听朋友讲。还有甚至我先也说过，他们高中的时候课本就在写了。课本对，就是说他们拜拜的那个桌子供桌，供桌上面叫东边要摆什么，西边要摆什么，南边要摆什么，北边都已经标明好，那都代表它的意义。真的？对，不能随便你想换就换。就是一定就是那些东西。是这样啊。对，所以可见，而且那传统可能从汉朝以前就是保留的。这只是我们中国已经改变很多，所以没有流传。可是他们就是保持。一直到现在，更严谨的是规定晚上12点，开始拜，所以隔一天前一天就准备那些菜，而且不能改时间，即使你隔天要上班，即使大家很忙，就12点准时全部大家在一起拜，就是很有看时辰。对，看时辰。从这些方面来看，我觉得韩国其实，虽然外观已经变得很现代化，但是它其实还是它的内在还是守着那个儒家的精神，蛮特别的。很特别。而家嘅礼教觀念，當今啲韓國嘅各族階層，禮係就土地規範，從事嘅群體意識。按呢嘅學術理論，啲一下台灣嘅社會，可能要本人講係老古董，唔過經營意識太粗糙。可能咩就係台灣社會強起來嘅重要原因。最近中國人要開始推行尊孔崇義，認真嘅好好反省一下。像那时候我刚下来的时候啊，我婆婆我还记得那时候因为她会点中文嘛，她就跟我说啊，韩国是男人是天，所以那时候男人是天，对啊，所以那时候我刚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时候我不知道。莫拉哟，对，莫拉哟。后来有一次我記得有2個那種，我機上那種大40-50歲，他我說莫拉，他一直看莫拉哟，我說莫拉哟。跟曾凱兒有冇改到？應該說強魔的角色哦。他就跟我说啊，韩国是男人是天，所以那时候男人是天，对啊，所以那时候我刚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多多少少他觉得啊，你是女人，虽然你是外国人，但是你还是要作为怎么讲，辅助你先生的那个背后的推手。那你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那你怎么去适应它呢？
就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受到台湾大部分都职业妇女嘛，所以多多少少就觉得女人，你即使你结婚，你还是要工作，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还是不想待在家里，所以有机会我就去教，那时候我就开始教中文了。那你又再出去教书，会不会婆婆方面她会有什么意见？这方面她倒是还好，我想她可能是因为她本身也是一个职业妇女关系，她本身也是，所以我就觉得她能蛮接受我出去工作。像我有很多同学，他们都念到硕士了，也有工作了，可是结完婚，他们就把工作辞掉，在家里。那或者是有收入不错的话，就继续工作。但是等到一生孩子，他就把那高薪辞掉，毅然决然。不过现在又有点改变，现在又觉得双薪也不错，双薪的夫妇，所以趋势慢慢越来越高。慢慢变，对。可是这样来听起来的话，不是男生工作压力会变得好像非常大？在职场上面的话，会有所谓的男女不公平的状态吗？会不会在某工作方面去压榨女性啊，还是说待遇不平等的？我听到就觉得他们即使女孩子进到那种大企业，三星啊、现代啊，他们也是做一些那种很简单的工作，等于说他们大的任务不会轻易给女孩子，除非你真的是非常杰出或者非常的有野心，你才有机会展现，不然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也不会抱太大希望，说我要做到部长、什么次长。使朝鲜风气兴起，三强的观念影响，西门人伫韩国的3P TV 无按过，民国的三强就会每个强夫、不用强夫、细老公的强子。伫韩国的自从底度，西门人强体高桥，太体就会中豆腐下，电到西来的因为自从老3P的实体压力。超美会议变做全球刺杀率前3个的国家。凤姐，你是在这边教中文吗？对啊，这是我教室。这上面全部都是你平常会教的一些智慧。对，他们学过的词汇，我都会贴上去，让他们随时可以复习。那他们在这个韩国这个地方，他们如果是学中文的比例会很高吗？韩国吗？算是蛮高的，因为现在。中文热嘛，所以蛮多人都想学中文的。我知道，就是韩国啊，其实他们很多的古典古籍啊，或是一些他们的历史记载，其实都是用繁体字比较多吧？对啊，但是我看你教学这边怎么都是写简体字？现在因为都是想说要跟中国接轨，而且简体字对外国人来讲还是比较容易学，所以学校就统一。因为我们学校来讲，很多都从国外回来的学生。我们讲在陆丰看到，不管是餐厅啊，还有甚至是法律事务所，这种全部都会写完韩文之后，底下还会写繁体字。我来韩国的时候，那个一般的报纸上还看到汉字，很多的汉字，就它全部是用韩文，但是中间有很多汉字在里面。对对，是大概我来了以后5年10年开始就没有汉字，因为韩国他们想说。用韩国话来代表自己文字，创造韩文的是那个世宗大王，因为他们受到汉字的影响，他在创造那个韩国字的时候，他也有概念，就是要跟中国字一样，要变成那种方块字啊。所以你看韩国字，他们可以做成那个正方形的字，可是像英文啊、什么阿拉伯，他们没办法。因为啊，第一就是韩国话，它讲起来好像跟日本话一样，有很多不一样等级跟不一样阶级的人，我们要不一样的话。对，有敬语跟后一轮我们懂辛苦啊呢。韩国话的特性，它很多助词那种中文没有那种概念，所以加上助词，它有不一样的语气，所以碰到小孩子或是碰到什么，你要变成半语，可是我们刚开始转不过来。给会碰到小孩子听说会用半语哦，就是你不需要对他们觉得很好笑啊，就请您过来。然后他们觉得小孩子会，你为什么对我讲这么尊敬的话？那时候我学，我不知道，몰라요，对，몰라요。有人在问你的时候，比如说你知道厕所在哪吗？通常说我不知道，我不清楚。对，可是몰라요是我不知道。就是语气上他们可以用。对，后来有一次我记得有2个那种我记上那种大40-50岁，我说몰라요，他一直看몰라요。我说몰라요，给睁开而用吗？该呢？应该说잘모르겠어요，所以잘모르겠어요有7个音节，跟몰라요，所以对外国来讲3个很简单。没事情啊。对。
第四种台湾颁布的训民正音制度清楚的写讲，中国文史是由为中国历史来的，不过冇办法充分表达韩国庶民的想法和情感，故所韩文就创造出来了。打拍讲，也就是一种民族自觉的语文。不过，一个更进步的国家制度，中国强咧，太子讲学中文差不多变做韩国的全民运动。好，开始啊！来韩国对，看到我们的学校了吧？看到了。你喜欢这个学校吗？那你住美国，你喜欢吃韩国菜吗？我喜欢吃韩国菜。你喜欢什么运动？我喜欢打篮球。你有女朋友吗？我在韩国没有。一个在数年爱上故事10条路的毕业生，学会3种语文是10条路同时有的基本能力。太子讲，韩国学生的和台湾学生的比起来，真经辛苦得多。为了了解韩国的教育体制，会决定来去拜访一间好教的教长。Nice to meet you. I'm Damien. Hello, nice to meet you. I'm Tiffany Brown. You studied and you work in America. Yes. So, in your opinion, can you compare with the Asian education and with the Western education? I think that the difference as a Western teacher and being a teacher in Asia, the difference is the students and their motivation or their focus of studies or how they study, their characteristics of studying. In the Western culture, there is probably a specific group of students that are very high rigor of academic study, where in Asia there is a majority of students that are aspiring to have this highest rigor of study and performance. What's your feeling when you first time, you know you're a student, after school need to go to the Korean school to learn more about skill like sport, like to study math or study English? How do you think? When I first came here and I learned this is what happens, I recall my first year as a teacher here. I was working late and I walked to my apartment and I passed the high school across the street and it was very late at night. It was almost 1 or 2 o'clock in the morning and it was amazing to me to see lights on in the building and bodies at desks studying. So knowing that that is the culture here, I'm not shocked by it, but when I look at students when they're sleepy, when I think about students that are not able to complete their work that is supposed to be done at the school, that creates the GPA, that sends the transcript from this school. And I understand that parents would want their students to have extra. I don't have a problem with that, but I think that it has to be in balance because the two work together. If I, as a parent, felt that my child needed extra help with math, I would send them to an academy as well. I would have them have a tutor. But I don't think it's I, as an educator who sees a sleepy but child. for the Korean culture, maybe not. It's not. It's not. So if that's what is the value, I support. But I feel sorry for my sleepy student who can't stay awake for my lesson in class. 万那的补习班是韩国社会独特别的现象，就连讲机的来源的强用，在珍贵的课业之外，还会接受补习班的加强课程。韩国人老国家经济很多体育经济，老提升经济发展的教育很多体育经济。经济唔是一个国家强的主义，不过教育嘅成败却都是国家强的关键。看子妍学这个真的是很有 power 对啊，不一样的感觉啊。那除了学这样才艺之外，他还有学其他的东西吗？他目前学，除了这个以外，武术班，还有学钢琴、小提琴，还有一个数学，4个。每天都塞满满的。对啊，对啊。不过还好的，跟其他韩国人比的话，
他们补的更多。真的吗？对啊，我有个朋友，他可能这么大年纪已经补到10点、11点都有。到高中的话，11、12点、1点、2点的都有。为什么是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强，还是什么样的想法？应该是妈妈想让他们变强吧。家长想他们变强。他们整体来讲都在补习，所以你没有补，你会觉得自己还好像输在起跑点，所以就尽能力范围，就是能送就送。韩国不可能说每个人的家庭上、经济上都这么宽裕，跟目前你很勇敢上的。很现实的问题，他们就没办法送，都是家境不太好的，所以这样类推的话就知道啊，没有钱，没有那个能力送的话，他学的就是那些，那相对他以后竞争力就没办法挤进那个大企业。那你看子源这样学这么多，你不会觉得心里有点心疼吗？还好啊，他因为武术也是来玩的啊，钢琴弹一弹抒发压力，小提琴拉一拉唱几首歌。就数学比较辛苦而已啊。那政府呢？政府对于就整个社会对于大家这么重视教育的话，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做法？最有名的就是那个为了考那个听力英文听力，限定那个飞机起飞降落的时间啊，通常是11月中，他们会那个就像相当于台湾的大学联考，他们就会统一时间嘛，所以那店家就会配合那个时间，开店啊，那时候就尽量不要按喇叭啊。像我们学校对面是一所高中，那你如果当考场的话，我们学校那天的钟也不能响。通常会让店家休息什么？我只听过一个例子，就是文莱他们要念《可兰经》的时候，宗教力量让店家休息。我某兄都喊过，可以用教育的力量让店家愿意休息。好的体育唔能相比法律沙飞，韩国沙飞很看洋葱，鼓手的靠一摆拼开签。一生人来变成的想法下，沙飞无形的压力，可以好生的补习到半夜的现象变到懂普通。教育支出和将来家庭数年一般，就算政府立法挺出补习宵禁时间，还是冇办法改变。电到一扎穿台前，苦了10年。这个就是水源最有名的烤肉。鸦片就用韩牛吗？对，没错，就是用韩牛哦。也最具代表性的，在水源来讲，我有看到要桌上怎么又是满满的小菜，感觉好像吃满汉全席一样。我那时候听到你的儿子要娶一个外国的，女人，对你有什么感觉？其实我不太喜欢，不太喜欢啊？对呀。我有看到要桌上怎么又是满满的小菜，感觉好像吃满汉全席一样。我这家蛮用心的，它很像这边是鱼，这边有不同的泡菜。等一下小菜你会用哦？对，没错，它让你可能就不会觉得一下就吃腻。好，来我们来吃吃看吧。用的菜道。他们韩国是好的肉要吃原味，原味的话就直接沾那个盐巴吃就好。对，应该很烫。你吃了？很冷，我去吃。那先摸你一下，马刚讲。很好吃。肉质很软。用心啊，你听汤豆嘛，它咬下去的时间就有一个那个汁这样。对，很软。哦，懂原呢。对，没错。那我这个如果除了吃原味之外，我还要沾什么酱会？如果你不吃原味的话，你就可以包些这些生菜，他有没有喜欢加那种蒜头去那腥味，然后加点这个大酱，这大酱，对，就可以把它包起来。一口吃吗？还是？对啊，我要这样一口吃吗？好吧。虽然出身牛，不过是精工丰富的食产体，全国清真的品种都被集中伫遐。古说水岩排骨，又叫蒙排骨，喺韩国人都水岩拼凑的设计。佢就因为精确的米骨包住的排骨唔香，口感没么混暗气暗晕，可能係因为6年推韩国农业发起神土不腻，也鼓励国民消费本土农产品的口号，每本记条对自家的国家充满骄傲。那时候为了就是多适应韩国文化，后来多认识一些韩国朋友，
就学校下课以后，他们韩国人下课以后跟台湾不一样，台湾是出去喝茶泡茶，他们是晚上来喝一杯，然后就去啤酒屋，然后一去到一票一起去。那其实我对那没什么兴趣，那可是我发现他们不去的话，他们会好像会把你排挤的样子。按洋葱哦。对，他们是那种很注重团体的文化。我们的习惯可能，我觉得我吃饱了我就想离开了。可是发现我根本抽不了身，我不好意思开口说我要走。就算我说我要走了，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再来一杯。他就不好意思再来一杯，没关系没关系，又再来一杯。对对，就可能喝到12点、1点、2点。啊，1、2点哦。对啊，喝完一次一拖，第一拖再第二拖、第三拖，最后一拖都喜欢去那种 KTV 那地方那种地方。冲狗哎。对。就是到最嗨的时候，所以他们出去，我们习惯是 Dutch pay， 就是各付各的。他们呢，就是比如说你是最大的，一桌10个人，你要买10个人的那个，所以那时候我就很不能理解，那你们每次出去，那像比如说我先生，他可能那一票人常常就是他年纪最大，他每次出去都10万20万这样付。我说天啊，怎么可以这样？那谁买给你？他说。可是他们有那种观念，我年纪小的时候，我的长辈也这样请我，那我现在有能力了，我也请我的晚辈。你可以感觉到你的本分要做得好，就是你知道你在那里团体是最小的话，你就要自己找事做，你不要坐在那边等人家伺候。所以啊，那些老大要做什么呢？他们就是最后买单。他们阶级方面分得很清楚。那在称呼上面有什么分别？譬如说，假设我一样叫哥哥姐姐的话，比如说我是女孩子，我对哥哥讲话讲欧巴。欧巴。对，所以你在那演唱会，常听到女孩子欧巴欧巴。对。那如果男孩子对哥哥的话，就讲兄。兄就是汉字的话是兄弟。兄弟的兄。对。兄。在韩国哪很你妈改？你是男的嘛？你确定你是男的哈？所以你要叫我台记，你要叫我 Nuna。对。那如果你是女的，你要叫我 언니。那세 모야就喊你 언니。对。可以세来喊你 Nuna。喊你 Nuna。所以讲话要。辈分老伦理是韩国家庭统治中非常常用的人际规范，太多天、地、君、卿、士，再到亲戚朋友，所有阶层的上下对应都有规矩。伊唔错就会被人批评。正经的人讲嘅礼多人不怪，势利在韩国社会是当严重的事情。比如说你是长辈握手，我也还是要这样子。对，我不能就这样。那你可以一手。对，我可以这样一只手。对，但是晚辈的话，晚辈才需要。长辈就一只手就可以。那如果跟拿东西一样，2只手这样子，这样也可以啊。其实没走对。对，至少你不是一只手，你一看就，比如说我就知道你是晚辈嘛，这样就不可以。比如说晚辈拿给长辈东西，你不能就单手拿。台湾可能就这样啊，妈妈给你，姐姐给你，双手。这边双手也可以，也可以。他们你会常看到他们会手放到这边，手臂这边。放在这边。对，所以他们说这边其实代表他的。辈分的不同，他们怎么会是这样子的方式在讲说礼貌不礼貌？跟礼貌有什么关系？其实应该是他们古时候流传下来的，因为那时候古装袖子很长嘛，那这样子拿东西，比如说我这边拿菜的话，不是都会碰到吗？碰到菜，所以应该是这样子拿。那久了以后拿酒有没有这样子干杯？所以习惯就要习惯，对，再拉起来。对，可是现在就变成基本礼仪。我给你以后。我自己就随便拿，对，然后就跟你一起这样喝酒，对，喝酒，你这样不可以，要转过去。我喝酒还要转过去，跟你敬完，我还要这样转过去。没错，他们有这种小细节，还是到现在还是保持。就是这种传统，有时候还是他们就一直延续到现在。对。看一下亚嘅数年，东南上嘅岛喺60年代嘅初期，佢係一個 GDP 合100美金嘅國家。1987年，韩国还佢对军事独裁的政权变做老主权翻本人民。不过无论政经确实有改变，维持传统礼教係韩国社會永遠唔會變嘅堅持。太子講，除咗儒家思想嘅約束之外，宗教咩卻有其嘅功勞。
다시 한번 고백합니다. 내가 주인 삼은 내가 주인 삼은 모든 한국의 기독교가 시작이 된 것은 1884년 미국의 韩国的基督教是从朝鲜时代末期，有2位美国宣教士进来。那个时候，因为日本想要把韩国合并为自己的国家，所以就非常呈现非常混乱的局面。那时候，美国的宣教士呢，很大量的进来韩国，他们盖学校、盖医院、盖很多设施，帮助韩国人民。 우리나라는 1950년에 1950年的时候，韩国战争造成韩国分成南北两韩。因为战争关系，孤儿很多哈，大家都很多流离失所。那时候有16国的联合军来韩国，虽然战争只有3年，但是让韩国陷入非常的低迷。美国的那些宣教士知道韩国需要帮忙，所以他们就全部进入韩国。在印象中，他国小时候就吃到美国传教士发给他们的牛奶和面包，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大家就觉得去教会就可以得到帮助，去教会就不会饿肚子，所以大家就常常上教会去，所以就越来越复兴。 全韩国也下有4股1股的人信基督教，係講照人口比例來算，韓國絕對係亞洲區基督徒親多的國家。1910年，日韓並下條約搶高票，因為抗日，本韓國眾多的基督徒變作民族英雄。太子講，佢嘅家娘就係一個傳教士，韓家佢同台灣嘅動物關係咯。 我知道你以前有在台湾待过嘛，也是过来就是教会传教。我听说，朋友的婆婆6点要吃饭，那你6点出去的话，6点前一定回到家，把饭都准备好。你看他那么幸福，我都不吃早饭了。我的儿子也自己做饭了。我知道你以前有在台湾待过嘛，也是过来就是教会传教。那你那时候第一次出国的时候是去哪一个国家？香港。香港。还有菲律宾。菲律宾。那时候怎么会有这个机会来台湾传教呢？我想中国人还没有信主的人很多。还有我心理上。 很可怜，他们我看起来，台湾去6、7年以后，我去大陆、北京，还有这么地方去见面。他目的是其实是去大陆，所以先去台湾学个中文的，顺便传教。我想去中国。对呀。我知道你是差不多是50岁的时候去台湾嘛。那时候50岁到现在你是78岁。对。那现在已经20几年的时间，你那时候20几年前，你对台湾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台湾人很好啊。不错。台湾朋友很多。 台湾的新店，其实那个年代，其实要出国的机会也不多，所以我相信你的国际观啊，你的心态上应该是相对比较开放的。那时候听到你的儿子要娶一个外国的，女人，对你有什么感觉？其实我不太喜欢，不太喜欢啊？对呀，因为他是中国人。 我们韩国人，这样子一点文化不同，还有妈妈然后我的儿子，哎呀，这个真好，这样子，我没办法接受。那时候我妈妈是在公务员嘛，所以有一些税务商帮忙，她就有时候会请我们就慢慢了解，就慢慢有感情，就印象就改观了一些。慢慢的改观印象。现在也很好，现在觉得很好。对啊，苦马斯大鹏上夫的了解，进一步产生上夫的声音，情感安内，民主的立场没强用。韩國對4人年推嘅事件突出，
到1988年得到民主自由，过程一点一滴累积起来，高飞的民主自由立场，也变做上来民众的重要力条。接下来，因为到太子的屋下做客，去认识广济的韩国劳工。那时候主要是为了做生意，所以去了台湾。那去到台湾以后，你又不会语言，怎么想说选台湾这个国家？用英文呢？一开始用英文。刚到台湾也大概2-3个月都没有学中文的，我就根本不需要的。当时其实是不需要。对，反正有一天反正一个走路的时候，有一个韩国留学生，中文系的留学生，然后他以为我不会讲所以，不过我有一点那个骂人的那种，我听得懂啊那个时候，他们就这样讲，我后来我都觉得我决定要学了3个月就可以了。3个月就可以讲话？那个时候每天整天十几个小时啊，我自己就练习。你那时候去台湾，然后认识了大姐嘛？那你觉得台湾女生有没有什么地方特别吸引你的？韩国人比较强，因为比较那个比较怎么讲？比较温柔。哦，你觉得台湾人比较温柔一点？比韩国人。因为我们的观念上面好像会觉得说，韩国的男生好像比较有大男人主义一点。但你传统上来讲，韩国的男生他大男人主义是什么样的想法？这个可以跟那个台湾比起来的话，肯定会有大男人主义那种。我们韩国有一个南韩有一个分嘛，南韩那个这个青山南道那个地方比较有大男人主义那种。以前的话就不跟男女一起吃饭，男人在房间吃饭，女人在什么厨房那边啊。东南边的男人啊，尤其是他们就目前也是那样，都不跟老婆讲那个什么我爱你那种都不讲的啊。就是不会特别用甜言蜜语都没有。不过心里面都知道啊，那多么那个爱那个自己的家族那种。不过讲出来都不讲出来，然后都不一样，各个地方都有一点不一样。我是那个首尔的人啊，我好像根本没有。我听说我爸爸也是那种洗碗啊，什么做饭啊，我也是那样，做饭做面，没有什么。洗碗比较不太喜欢，碰手都不太喜欢碰水。现在两性都平等啊，女士优先那种时代，现在在韩国也是那样啊。很多男人都不敢啊，因为我那个离婚的嘛，离婚率是50%多现在。两性平权是所有民主国家的理想，可能因为是父内社会的关系，韩国的两性平权都经限在个大饼当中。不过共太子的身体动脱离此处，又因为教书的条路唔是团体，比起来伫无向国家婚姻的家庭度，可能较简单得到较多的尊重。你那时候一定也下了很多的勇气才做了这个决定。那现在经过这20几年，曾经有小小后悔过吗？后悔耶。吵架的时候或许会吧。但是平常时候我觉得还好吧。对啊，就觉得家人对我很好，还有环境也不错，事事都蛮顺利，所以基本上都还 OK 啊。那你会不会觉得说这么多年来有没有心疼过他？这应该有的啊。当时的少女，一个少女都过来，一个人就过来，这边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尤其是我妈就是最心疼了那个时候，因为是少女过来嘛。不知道，都是应该的。你觉得他很辛苦，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他说？辛苦就辛苦，本来就是人生就辛苦。我也很辛苦。虽然大哥这样说，那大姐，况且我问你一下，虽然我听得出来啊，其实大哥就是比较这一方面就比较标准的传统的韩国男人，就是我很喜欢，我很爱你，可是我不轻易说出口。这样看起来，我觉得大姐算非常非常幸运。其实很多不管是国外来的嫁来韩国的女生，其实有些好像不是这么像大姐这么幸运的。你有听过什么你周遭朋友的例子吗？像我的朋友，有时候像都是嫁来韩国的那个台湾朋友，他们有时候会讲啊，我的婆婆怎么样，会嫌弃她什么，会念什么。我有听说，朋友的婆婆6点要吃饭。那你6点不出去的话，6点前一定要回到家，把饭都准备好。没有准备好的话，他们那天就
会骂他，我说怎么可以媳妇不准备3餐？哦，是这样。对。你看他那么幸福，我都不吃早饭。对啊，没错所以准备好他也不吃啊，所以我就不准备了。我自己他自己我的儿子也自己做饭了。对，儿子也相对比较独立一点。婆婆也真的很开明，后来先生也很支持我做的事情，所以这样比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真的幸福很多。我外国到处跑来跑去보잖아. 나도 또 외롭잖아. 밖에 나갔을 때는. 他国外去到处跑，其实他也很孤独，他也知道那种感觉。그래서 빨리 알게 된 거지. 所以他知道我能理解我一个人的心情。我还记得那时候早上去教会的时候，他就这样牵着我的手，他说什么？他说，比如说我那时候好像感冒还是生病，他就说啊，你要自己买东西来吃啊，因为男孩子对一定这种不会特别那个照顾嘛，所以他说你要自己用来吃啊。他说你爸妈又不在这边啊，我又不在你身边，因为那时候他都住在法国。他就说我又不在你身边，所以你要自己好好照顾自己。所以我就听到那句话，我就觉得真的，就只是一句话，就觉得还是蛮感动的。一般他们叫媳妇都是叫阿嘎呀，可是他就叫我名字。可是，在韩国叫媳妇名字是不太可能，都是要叫阿嘎呀，叫小孩呀，可是他从头开始就叫我名字，就성윤아、少贤这样子。所以他女儿一样的，我的亲女儿一样。一般韩国西门人伫结婚过后，就会无吃餓、咩無命的。不過對太子來講，阿家也是係關係。家娘會很其嘅命的，就係一種認同。第一集冇看過聯姻的家庭度，西門人一個有嘅幸福，太子都有咧。可能上下係成就，不過對不下人倫嘅支持和溫暖，讓太子快樂嘅過咧24年嘅海外生活。對嘅家出嚟嘅客家新橋來講，過到幸福，真係千重要嘅